只要你係海珠區嘅，都唔好拆走呢條視頻。喺我身後呢間九子跳跳蛙，居然出咗個89蚊3斤蛙配埋配菜煮食嘅團購啊！你哋有幾多人係從佢喺呢個路口嘅時候就開始食佢啊？20幾年品牌原班人馬嚟㗎，真係從佢哋30幾蚊一斤食到依家60幾蚊斤，10幾年啦！喂，居然依家89蚊有3斤，我肯定開佢片。呢個套餐呢，我自己都會團幾份嘅。湯蛙佢喺我心目中呢，始終都係排頭位。你喺第二度係食唔到㗎。首先6個鐘熬製嘅骨湯，再加上秘製嘅配方，個湯又酸又香又辣，係好味道，可以就咁飲嘅程度。而且全部蛙咧都係採用活蛙現殺。睇到之餘有點害怕。哇！救命啊！就係呢個味道啊！啲蛙肉咧，佢哋係切到一段段，所以好入味。跟住一解新鮮現殺嘅蛙咧，好嫩滑啊！呢一烹嘢可以送3、4支啤酒。另外仲有一份涼拌魚皮，3份配菜加埋主食喎。而且蛙嘅口味今次仲要係4選1啊！記得疊加埋佢哋9個9嘅牛蛙串啊！東曉南同埋寶業路2店都可以用，超長20個鐘嘅營業時間，全時段通用。雖然我次次都係宵夜過嚟飲酒噶啦，啱晒啦，又可以約班 friend 出嚟死過，今次我請啊！喂，好似唔記得點關注喎。